镜头登来到国内，骑铁马比例下降，囡仔骑铁马死伤的人数却一直在增加。有立委联合路权团体开记者会，呼吁爱修法，规划更较完整的政策，保障铁马使用者。民众伫路骑脚踏车，若看到路边的车要开车门，就会闪灭中的车道去。这是真侪骑脚踏车的人会拄到的情形。脚踏车作为简单的上下班的工具，骑的人则常常拄到道路设计发挥无合理的困境。立委林月琴联合民间团体骑脚踏车上下班的人，赶伫咧6月初3世界自行车日进前开记者会。我亲身体会到台湾交通政策当中的矛盾，基础设施与交通法规却传达出完全相反的这种讯息，就是骑自行车并不受到欢迎。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亲身到场说明。根据交通部统计资料显示，全国脚踏车使用率自2009年的5.6%降到2022年的3.3%。也不过，7岁到17岁儿童少年骑脚踏车造成意外伤亡人数，则自2020年的3946人，成长到5644人，加4成。若是单方面的鼓励民众骑自行车，却没有同步的检讨跟改善道路的基础建设，包括释出安全的空间，严格取缔。另外，今呼吁应该提出具体应用对策，包括修正无合理的法规，建议将车超车的侧向安全距离自最卖半公尺提升到国际标准1公尺半到2公尺，一共提出全面性的自行车政策，加强化骑脚踏车的教育跟文化，伫各中小加强教育。从观光的角度先出发来做鼓励自行车骑乘，这是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行的方向哦。那其实，在自行车的实体建设上，我们跟内政部一直有在合作。另外，针对着脚踏车道的围设，国土署也讲，拓宽人行道困难度较悬，也较容易有民众反对。目前内政部有伫咧推展行路人优先区，希望会当做到共享道路，争取更加好的道路环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